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我们在以前节目经常说根据央行提供的信贷数据可以看出越来越多的人是全款买房，至少是降杠杆，对吧？本来这个15%的首付，他尽量是全款买，全款买不了也要付50%、60%，就是贷款越少越好。这杠杆越小越好是这么个趋势。但是那都是咱们在说。那现在呢，财新网8月14号有一篇报道，叫买家降杠杆，广深全款购房比例上升。你看看人家正规的媒体都在这么说了，对吧？那就不是自媒体在这儿忽悠。财新网是这么说的他说楼市持续探低，需求端降杠杆趋势未改，部分手持现金的购房者压缩买房预算，选择全款支付。据市场机构深圳乐友家研究中心观察，2024年至今，其在深圳所有门店的成交房源中，低总价刚需盘一次性付款占比逐年上升。据该机构统计，2026年前7个月，成交总价300万元以内的房源中，有 24.4% 为全款支付，较2024年全年提升了 8.7个百分点。市场机构深圳贝壳研究院数据印证了同一趋势。据其监测，2026年上半年，深圳贝壳所有门店签约的二手房中，全款成交占比 25.3%， 同比扩大 6.3个百分点。其中总价200万元以内的房源在全款成交房源中占比高达 44.7%， 200万元至300万元全款成交房源中占比达到了 17.6%。 一名深圳贝壳系龙岗片区的资深经纪人告诉财新，今年年初至今，他所在门店的成交单中，全款支付约占 20%， 较2025年全年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深圳链家罗湖片区一家门店负责人也提到2020年以来，他们门店的全款买家数量同比增加 10%至 20%。 根据深圳贝壳研究院此前统计在房地产步入下行通道之前即2015年至2020年6年间，深圳二手房购买者中90%左右选择按揭贷款购房，全款购房占比不到 10%。 在楼市进入低迷期后，从2021年起，深圳二手房全款购买比例逐渐升至 20% 以上。2021年3季度至2024年3季度，一线城市限贷政策一直未能大放开口子，期间受最低首付比例限制的影响，买家选择全款购房多为被动降杠杆。一名深圳中介机构相关负责人称说直至2024年9月底，深圳将首套、二套住房个人房贷最低首付比例分别降低至 15% 和 20%， 限贷政策才算全面松绑。最近2年，深圳全款购房比例走高，更多的是购房者主动降杠杆的结果。一部分全款买家的自有资金较为充裕，且存在实际居住或置换需求。多名中介人士提到这类全款客户属于风险厌恶型买家，他们对经济复苏、就业及收入预期尚未改观，不愿冒险承担月供压力，增加贷款成本。同时考虑到现阶段各家银行对提前还贷设置了限制条件，宁可将置业需求由核心区改善房源降档至非核心区低总价楼盘。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不愿意负债，不愿意贷款，实在不行就买，对吧？远一点的，总之人家买低总价的。一名深圳中介公司高管解释称，如今经济处于调整周期，很多客户宁愿牺牲一点居住品质，有多大的锅就做多少饭。虽然深圳的商业性个人房贷利率已经下调至 3% 左右，但由于股市持续波动，存款及理财收益走低，投资回报率普遍难以跑赢月供成本。上述深圳中介机构负责人说两项权衡之下，这类全款客户认为不如减少负债，一次性结清房款更为稳妥。另外一些买家更多出于投资考量，全款购房本质上
是根据市场环境变化调整资产配置。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啊，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对吧？你没到这个水平，对吧？你没有这个困扰，你也理解不了这事啊。有人他手上有个1000万现金，你让他怎么办？你让他，对吧？换成绿票子出国，他也不愿意，对吧？他说他的祖国不能分开，你让他干啥呢？存银行，那每个银行存50万吗？那存20个银行。你让他红绿市场，你让他买黄金，你让他买比特币，你让他投资美股，对吧？没有这个烦恼的不要参与啊！没听明白，所以这你看啊，深圳就是的，这个中介说了啊，有一部分买家他为什么全款买啊？那因为他手上钱多了，对不对？他不能全存银行，那他被迫就得配置，对吧？就是找深圳啊这些优质的房源。人家也不买什么豪宅啊，人家买这个300万的用来出租。他说我所接触的客户中有2-3名上半年在股市获利颇丰，6月之后啊，资本市场行情动荡，他们陆续套现退出。你看含泪割了韭菜，含泪退出，然后就买房。目前人均持有200万至400万的现金，人家从红绿市场割出来的啊，这钱。上述深圳龙岗贝壳系龙岗片区资深经纪人说啊，这几名客户之前看房只关注总价超过600万元的房产啊，这些人以前买房要买600万的，你看现在呢，如今转为考虑全款购入200-300万元级别的刚需房源，一次付清，对不对？人家手上有这么多钱，200万元银行存款年利率不到3万元，而同等金额全额购置一套老破小或小户型公寓，年租金可达3-4万元。这名深圳贝壳系龙岗片区经纪人举例说啊，部分手头资金不足1000万的购房者更青睐投资收租稳定且回报不错的固定资产，是吧？这个不是观点，这是人家做法。这种手头资金现金的吧，在1000万左右的，不到1000万的，人家的配置就这么配置啊。所以说我一直说的吧，你又没有1000万资金，你在这瞎掺和啥呢？说了你也听不懂。限购政策大幅放松，一定程度上也推动全款购房数量出现增长。最近3年，深圳多次局部下调购房门槛。2020年4月底，该市非核心区基本不限购，本地户籍家庭在核心区可购买3套房。全款买家对低总价房源的偏好，拉低了深圳二手房套均总价。据财新了解，2025年深圳二手住宅总价中位数是330万元左右，而2026年之后，这一指标跌至300万。你看啊，成交价均价，对吧？已经从330万到300万了，就大家都愿意买低总价的买一套啊，这是作为一种资产配置。亦有部分客户采取变相杠杆操作，先通过投资公司垫资全款购房，再以该房产作为抵押物申请经营性贷款，这个实际上就是把那个利息搞低一点啊，因为很多地方经营贷比那个按揭贷款低，你说这叫什么事？一些小型中介门店甚至帮助购房者打擦边球，进行高评高贷。今年上半年这类交易数量有所减少。上述深圳中介公司高管透露，一名深圳中介人员称啊，2020年至今，他们门店的全款买家中，大致5%会采用经营贷置换房贷。那你说这个很危险啊！实际上，银行通常根据借款企业资产负债情况、经营流水等指标拟定经营贷利率。现阶段正常企业可获得年化就是经营贷利率2%。那你说按揭贷款是3点几，那人家对吧，肯定愿意搞成经营贷啊。财新获悉除了深圳2026年上半年广州成交的二手房中，也有30%房源为全款支付，其中主要买家为从旧改拆迁获利或参与以旧换新的原业主，另有少数购房者同样在后期借用经营贷进行置换。这是财新网报道的啊。那我们再看看央行的数据呢，也说明这个问题，对吧？7月份人民币贷款减少3400亿，前7个月1月到7月这7个月，住户贷款累计减少8271亿元，就是个人就是我们居民。短期贷款减少9281亿，中长期贷款这就是房贷了
中产阶级你就理解成房贷就完了。房贷前7个月只增加了1010亿，去年1月到7月，我记得是1万多亿，那现在只有1000多亿了，你想想吧，这同比你说冷到什么程度了？但是这里面就是有很多人买房，他全款，没有全款的他也尽量对吧？这个少贷款，这些至少说明这么个问题啊。2020年2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降至 57.7%， 居民部门债务同比增速是负的 1.3%， 债务增速这大家都在降杠杆，这能理解啊。房贷自2023年2季度起已连续13个季度负增长，房贷啊。那么科尔瑞的报告啊，他说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循环。什么叫负反馈循环呢？先是房价下行，导致居民资产缩水，居民资产缩水导致提前还贷加剧，购房意愿走弱，再导致房地产销售投资进一步收缩，房价继续承压，负向螺旋啊。这是关于全款买房，关于央行数据对吧？互相印证，这个财新网报道的，那比咱们自媒体在这说对吧？要靠谱的多啊，要可信度高得多。那这说明什么呢？至少说明大家不愿意再贷款，不愿意贷款，那不代表房子卖不掉啊。那你房子想卖掉的话，或者二手房要卖掉，那就只能等着下一波人把钱凑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下一波人把钱凑够200万、300万，那你慢慢凑呗。凑不够，人家不急着买，人家租房住。凑够了，人家再选一选，觉得合适，差不多，他就买了，当消费了。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说在这种心态对吧？这种谨慎心理之下，老说房价涨，那怎么涨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二手房比较火对吧？但是新房它是稳死不动，还在下降，因为新房总价的比较高。这个钱江晚报刊登一篇文章啊，说的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啊，又是聊学区房的，所以咱们重点关注学区房。他说曾经的保值神器学区房10年房价波动有多大？这个钱江晚报潮新闻记者叫任思思黄磊，他文章这么说的他说名校学区房一直都是楼市中无法忽视的话题。今年以来，潮新闻报道了多个知名学区房价，学区房价格刷新近年新低，新低啊！学区房的神话彻底破灭了吗？在过去10年的行情波动中，学区房是否还能相对坚挺？潮新闻美好人居研究院对杭州27个学区房小区过去11年的成交数据进行了梳理，发现一些小区的价格走势发生了大逆转。这种转变反映出新一代家长购买学区房逻辑变化。看它怎么转变的它这个列了27个小区，咱就不说了。我看了一下它这共同点就是所有的这小区学区房最高点都是出现在2021年，22年基本上往下走，那往下走的力度有大有小。说曾经卖到10万元的小区，如今涨幅垫底。记者从杭州第一梯队学区房中选取了27个具有代表性的小区，罗列了从2016年到2020年年度成交均价。2020年的数据呢，它是截止到7月31号这27个小区全部都在2021年达到了价格顶峰，但把时间拉长到10年周期，涨幅却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并非所有名校学区房都能保值。涨幅最高的是西城年华小区，2016年均价是30865元每平米，在27个小区里处于中等水平。2021年涨到了71303元每平米，涨幅高达131%。然而市场下行回撤幅度并没有很大。2020年成交均价还有59160元每平米，10年涨幅高达92%，也就是这个城年华价格显得还挺坚挺。它从最高价到现在也跌了12000，对吧？20%吧，下降20%。但是跟它2016年比，那还有90%的涨幅什么原因呢？那是跟它的学校有关系这个什么学位乱七八糟的，咱就不管了。涨幅排第2的小区是南新桥豪宅蓝色钱江，对应的学区是胜利实验小学。2016年蓝色钱江成交均价是48000，2021年涨到了105000。27个小区里排第1，
在之后几年内，凭借绝版地段和优质的产品，蓝色钱江成交价虽然也在下行，但跌幅不算大。到了今年，学区房均价还有88000的话，那10年涨幅也有80%多啊，48000涨到88000嘛。但是跟最高价，那还是降了12000，对吧？这还是下跌了10%几。10年涨幅最小的小区叫文二新村，可谓是经历了大起大落。作为学军小区本部学区房，文二新村在2016年均价就达到了51353元每平米，比当时的蓝色钱江还要贵3000元每平米。在27个小区里面名列第一。到了2021年，小区成交均价达到了10万，这个跟蓝色钱江差不多啊。但是那之后文二新村的下跌幅度就非常大，就都是从2021年开始下跌啊。那么蓝色钱江只跌了12%，但是这个文二新村呢，2020年以来成交均价只有55000元每平米，就是腰斩了啊，只有高点的一半嘛。10年间涨幅仅7.3%，甚至不及某些冷门板块、没有名校学区的小区。也就是这个文二新村呢，10年前你在这买的，现在就是叫什么南柯一梦。晋州小学学区房金城花园10年涨幅也只有8.2%，排倒数第二。金城花园2016年只有24705元每平米，2021年涨到了52000元每平米，但涨得多跌得也多，今年只有26734元每平米，也回到了10年前啊。从面积越小越值钱，到既要学区又能住，在学区房涨幅分化的背后啊，是如今很多家长对于学区房的购房逻辑发生了变化。10年前，学区房的文教区的老破小是学区房市场上的香饽饽，而且面积越小越受欢迎。学区房热度高涨的年代，一些超小户型一挂出来就能火速成交。文二新村在2021年曾有一套32.5平米的房源，以600万总价成交，折合单价18万元每平米，创下当时的单价纪录。但从去年开始，这类超小户型房源已经没那么抢手了。对于新一代家长来说他们在意的不仅是学校好不好，还要考虑房子住的舒服不舒服，通勤方不方便，板块有没有前景，居住品质权重正在逐渐上升。单纯为了一个学籍去买一套不能住的老破小，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不愿意了，实际上就是祛魅了啊。因此像西城年华、金宇学府、玉溪湖等小区，既能居住的舒适，又能兼顾名校学区，才是那个能装下更多水的木头。随着公民同招、多校划片等政策深入，再加上入学人口逐年减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对学区房祛魅，再加上房价整体走低，即便是第一梯队的学区房，议价能力也有所削弱。不过对于一部分还想追求名校的家长来说，学区房入门的门槛降低了不少，能够更从容的进行选择。没错啊，你现在选择的余地大多了，但是2-3年后哭的，对吧，力度也大得多。学区房现在刚垮呀，对吧？有的很多还高高在上，这个一定是要等到它叫价值回归，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家长对学区这个概念无所谓了，祛魅，那么人们不会再为学区而多花钱了，那他就要回到一个合理的价位。越来越多的家长在反思把自己孩子搞到学区那儿，学校是挺好的，结果孩子不赶趟，跟不上，对吧？你这人，你想想吧，我就做个节目，对不对？1万个人听，都能听出1万个意思出来。人跟人是不一样的，你就是把这孩子送到什么重点小学有什么用呢？不了，他理解不了，他会自卑啊，是吧？他完了之后，他一看别人都挺好的，他啥也听不懂，跟不上班，会自卑，时间长了心理扭曲，对吧？压抑，孩子都不好了。越来越多的家长会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你非把孩子把那个优秀的孩子人堆里扔，那你纯粹是自虐，对吧？本来这个孩子他可以健康成长，未来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但是由于你过早的把他扔到那种残酷的环境里面，他的幼小的心灵受到这个摧残。你想
能买18万一平的学区房的人，他们家，对吧？非富即贵。那你呢？学区房只是第一步啊，你去了之后，你要各种这种辅导班，这有海量的钱。完了之后，那孩子呢，对吧？那些人家孩子都是非富即贵，人家去很轻松，是不是？在那儿买套房几千万，然后孩子吃穿用度都不一样啊，人家讲究是牌子。然后人家到了暑假去美国游学，那你呢？这同学都去美国游学了，你这孩子一问，对吧？连那个省还没出过呢，这孩子他会受冲击啊，对吧？所以说，很多家长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就觉得啊，你把他送到学区房啊，那个好学校就是有好处也有坏处，万一这个坏处大于好处，那你就得不偿失。所以我可以肯定啊，随着这个新生儿在下降。年轻人也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孩子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家长啊，就开始祛魅，叫反向教育，不会再去把他送到这种跟人堆里去比。本来这孩子还有机会能长成一个正常的孩子，是吧？结果你把他放到人堆里去比，扭曲了他。比如他从来没得过第一，是不是？或者排名靠前，很少受老师表扬。那你说他幼小的心灵啊，那都是那种一直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差，是唯唯诺诺，对吧？不自信，遇事就往后躲，总觉得别人都比他优秀啊，就是以后走上社会他也不自信。所以很多家长啊，盲目的很，搞这些学区房，他把孩子害了，他自己不知道。再加上对吧？那咱们这教育诟病比较多啊，他不是那种启发性教育啊，是吧？他都是刷题教育。或者叫什么教育啊？那玩意儿实际上那玩意儿学习好不代表好，但是在社会的尺子它就这样啊。本来你们家孩子对不对，是个正常的，如果他就正常就这么上的话，他应该挺优秀的。结果送到那儿去被摧残之后，反过来变得不优秀了啊。杭州啊，对吧，也是炒房之都。那么通过杭州这个27个这个学区房是吧，它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杭州的楼市啊，还在价值回归之中，还在这个路上。我们再看啊，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他这文章是这么说的：他说我60岁做的最傻的一件事，就是花48万回农村盖房子养老。这是个宁夏人啊，这样的话题其实咱们也经常聊啊，回农村盖房，有很多人对回农村盖房莫名其妙的有好感。对吧？在那畅想假想，你再看看这个人怎么说的啊？他60岁，他说我发现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回老家建一座房子养老。他说可自从我花了48万回村建房之后，才发现是我这辈子做的最傻最后悔的一件事。我今年60岁，在外省呢做建材生意，攒下了一笔丰厚的积蓄，也就是做生意得赚了钱，对吧？这还可以啊。辛苦了一辈子，见惯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我忽然向往乡村的安静、舒适、自在的生活。再加上每次我过年回老家，看见邻里乡亲都翻新了楼房，2层、3层的小洋楼错落有致，装修精致气派，我的心蠢蠢欲动。那可是，对吧？你也看到很多的那个小洋楼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你感觉是挺不错的啊，容易产生一些联想。所以他呢，也就是心动了，打定主意一定要建一所比他们还高还漂亮的院子。一方面衣锦还乡，展示我的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叶落归根，回农村好好过几天舒心日子。你看很多人就这么想的啊，想法太简单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段时间我一门心思就是回老家盖房子，天真的以为只要有钱回村建房非常简单，没想到各种麻烦事一个又一个的出现。建房第一步是要审批手续，从宅基地确传建房审批到逐级报备，各类证明材料来回提交。那几个月我频繁往返于城市、村镇和各个部门，牺牲了无数生意和休息时间，折腾整整2个月，2个半月才顺利拿到建房的资格。这就跑一个农村的房子啊，跑2个半月，腿都跑细了啊。
本以为拿到建房手续就能顺顺利利开工了，没想到又出了岔子。房子开始动工平整土地时，隔壁的邻居突然出面阻拦。他们声称我家的房子增高后会挡住他们家采光，强行要求我改规划方案。这个是再正常不过的这个是在农村，这叫常态。有很多人不了解你看一看那个福建那个叫欧金钟盖房子发生血案，你不盖房子感觉好像挺和善，大家客客气气。你一旦盖房子，马上各种理由就来了各种各样的稀奇古怪的，没法沟通的。说邻居为了逼我改方案，天天召集一帮亲戚看守在施工现场，为了不激化矛盾原本规划好的方正户型只能硬生生改成了整体布局，房子从外观上看起来就怪怪的。好不容易过了邻居这一关，施工过程又是状况百出。村里施工队的手艺参差不齐，工人不仅偷工减料，还在工程质量上敷衍了事。我只能放下外地的生意，长期驻守在工地上盯进度赶工期，成天风吹日晒的，几个月的时间人瘦了一大圈。再加上后续建材涨价，人工费上涨，反正弄得不行还返工协调邻里纠纷产生的额外开销，原本预估38万就能完工的3层小洋房，最后硬是比预算多出了10万块，前后一共花费48万才完工。盖房子的这10个月熬得我身心俱疲，可崭新气派的3层小楼成了村里的标杆新房。一段时间他说上门道贺的乡亲络绎不绝，人人都夸我混得好，有本事。那份虚荣心让我觉得所有的辛苦和花费都值得。可这份风光仅仅维持了短短半年，欢乐总是短暂的，对不对？在新鲜感褪去后我无尽的后悔接踵而至。我们一家人都生活在此城里但是我的生意、孩子、自己的家全部在外地，老家的院子对他们来说并没有日常居住的需求，就是他的孩子们都已经在别的大城市定居了对吧？你看他们出生恐怕也不是在农村出生的，或者在农村出生，长到几岁就离开村了是吧？你指望他们以后还回农村，挺难为他们的。回农村都不知道怎么活因为他没在农村待过，对吧？你农村的种地弄啥都不会，跑农村干啥呢？8年时间里，我们一年到头也就春节、清明回去1、2次，每次停留不过3、4天，累计居住时长每年都不超过20天。院子常年没人居住打理，崭新的房子迅速荒废，每次回去眼前的景象都让人揪心。院子里杂草丛生，地面落满了灰尘，屋内门窗常年紧闭，通风不畅，家具和墙面上长满了霉斑，门一打开，潮气扑面而来。每次回乡本该是放松心情的，结果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全员大扫除，除草扫地，擦灰拖地，晾晒被褥，清理霉迹。短短几天的假期，有一半的时间都得耗费在收拾屋子上。久而久之，家人得回老家就特别抵触，因为一回去一半的时间要干活，那谁受得了最让我后悔的，我投入巨资建造的新房，竟然成了最不划算的死资产，看似体面气派，实则毫无价值。农村房产无法对外交易，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外出打工了，留下全是身体虚弱的老年人，家家户户都有闲置的房子等待出租，人少了哪里还有租客？房子放在农村不能变现，没时间居住，成了一堆贬值的建筑垃圾。而我的小发达以后没有跟风盖新房子，只花了几万块把老家的房子翻新加固，简单装修一下。他把一部分钱继续放在了理财账户，另一部分在城里投资了房产。如今他的这2笔投资已经翻了好几倍，足够他潇潇洒洒的度过晚年。而我当年为了一时的面子掏空家底，盖了一栋常年闲置
无人居住的空房，表面上风光无限，但错失了房产的红利，把活钱变成了死钱。回想8年前回老家建房，只有刚住进去的时候是开心的，后面全是满心满眼的后悔和不甘。对于已经在城市成家立业的人来说啊，农村的房子并不是梦想中的豪宅，而是华而不实的负担。真心奉劝大家，别老家的房子简单翻新，稳固一下即可，实在没有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推倒重建。毕竟挣钱不容易，别轻易把辛苦攒下的血汗钱浪费在一年都住不了几天、卖不掉、用不上的空房子上。这是作者观点啊，但是我的观点还是不变啊，就是说你把农村盖房子当做消费，明白了吧？不要当做投资，你当做消费，你看看行不行？是吧？胡一静老师到农村盖房子，他就是消费，他也没打算卖，他花100万盖个宫殿，是吧？还请几个人给他打扫，他可以请人打扫啊。你这个，对吧？你盖了房子，你也不请人帮你收拾，你得给邻居啊。农村一般都这样啊。如果你整家人都走了，农村房子没人管了，对不对？一般的把房子钥匙啊给亲戚或者给这个邻居，关系好的邻居啊，让他定时抽个空去把你窗户什么打开通风啊。有的时候啊，把你院子里有时候长的那个什么树，那树苗乱七八糟的啊，皮树啊，那玩意儿特别能长，给它拔一拔，砍一砍。这样的话呢，对吧？你过年或者你过年回去，或者是2年回去，你给人家带点东西是吧？带点烟，带点酒，看看，这样是委托人家帮你稍微看着点。这样的房子如果出了问题啊，人家帮你，对吧？跟你说一下啊，这样房子能保持它不塌不那个。否则你要没人管啊，农村的房子就这样，你只要没人管过来，2个夏天它就变成热带雨林了。再过3-5年，那里面长得你这收拾的很难收拾，是吧？一般的人常年不在家的都是让别人帮忙去通风。所以说呢，你对吧？你要羡慕农村那种空气啊，你觉得农村的安静，那可以，你把这当消费，对吧？你花得起这钱吗？胡一静老师可以啊，他倒是请几个人帮他打扫，是吧？帮他去种地，他搞2亩地，他种菜，他请人呢，他花得起钱呢。完了这个，他在农村住，那是他的自媒体的内容啊，他可以天天写，对不对？我在农村，人家写一篇好几千块钱收入，对吧？种地是给他提供素材，在农村住也是提供素材，是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家把这一写，对不对？哎，3000块钱到手，这个人家才行，对吧？才能住得下去啊。你那，对吧？你本来就抠抠搜搜的，没什么钱，你还跑农村住。说实话，有的地方你说县城近还好一点，离镇上近还好一点，有的地方离镇上还不近，你买个菜都挺麻烦的，对吧？你想去买点啥吃啊，都不容易啊，取个快递都不容易，卫生状况堪忧。农村你要想在农村居住品质跟城市一样，达到城市那个水平，那么你就要花更多的钱，这个钱恐怕是你难以想象的。而恰恰很多人就忽略了这一点，他以为在农村就是便宜，农村才不便宜啊！你在城里面才叫便宜，你用了这个城里面，对吧？各种公共卫生啊，城里面没有苍蝇是吧？苍蝇少，蚊子少，为啥？但是农村里就是苍蝇、蚊子、小动物多。所以说啊，你如果回农村盖房，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消费，对吧？你说花50万盖房，那50万就没有了，而且你后续还有源源不断的花钱，你这样你才能住得好啊！你把这个算进去。如果你仅仅说我手上就30万，我还贷款30万去盖房子，这个农村有很多人这么干，这就是他们穷的根本原因，他们永远富不起来，因为他们赚了钱之后，完了还借钱往一个死的资产上堆，他那是最奢侈的一种行为，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就相当于花钱买了一个劳斯莱斯，他自己不知道啊，花钱买个劳斯莱斯开，他搞不清楚。农村房子维护成本其实不低啊，然后那些本来市政解决的东西，你都自己解决。所以我们观点就是啊，也不是说农村盖房就不行，那你得有钱，是吧？你有钱，对吧？你千万不要误以为农村盖房在农村生活会便宜，
会省钱，不是的。如果你说邋里邋遢是吧，不卫生，苍蝇蚊子乱飞，你能接受？你说这种生活条件我可以，那就可以。如果你想保持城里面的这种生活卫生条件、环境和习惯，那你就要花更多的钱。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点赞、评论，谢谢大家。